度總佔地60萬平方啊！重磅消息啊，就係呢一個深珠通道已經由規劃到已經正式落地啦！哇 ，Happy Birthday 啊！睇呢個慶祝生日真係一流啊！恭喜！我哋咧終於嚟到呢一個項目工程嘅總部啊，亦即是呢個珠海中心站珠兆高鐵站呢一個總部嘅位置啦，就由中鐵建去承建嘅呢個工程。咁大個工程，咁大個總部喺度，仲有假呢一個，我哋即刻去呢個工地現場睇一睇先。Go！ 超激動啊！終於嚟到咗珠海中心站嘅呢個工地現場啦，呢度總佔地60萬平方啊！超勁，同廣州南站一樣咁大嘅規模，我哋一齊睇睇呢個工地有幾咁壯觀啊！珠海有冇高鐵站呢？相信咧好多人都話有，話珠海站咧就係高鐵站。咁你哋就錯啦，珠海站咧其實就係廣珠城際嘅鐵路，喺2005年12月開工建設，到2012年12月全線貫通。雖然而家咧係有通往北京啦、上海、雲南、湖南嘅路線，但係從廣州南站同到珠海站呢一段其實係城際鐵路嘅，所以大家唔好再搞錯啦。今日就要話俾大家一個好消息，珠海首條真正高鐵時速350公里，已經如火如荼咁樣去建設中啦。起點咧係肇慶，終點咧係珠海中心站。而珠海中心站距離別墅呢個樓盤咧，只需要大約1公里。呢度咧係真正嘅珠海高鐵物業啊！到時大家就喺珠海喺自己屋企門口就可以坐住高鐵進入全國嘅高鐵網，係真正嘅做呢個全國旅行啦。咁呢度佔地咧成60萬平方嘅珠海中心站，投資咗總共58億去建設。佢係對標呢個廣州南站去開發㗎，咁面積咧同廣州南站係一樣咁大。咁建成咗之後啊，會係一個大型嘅綜合體，結合咗辦公、商業、娛樂、交通等等。呢個站起好咗之後，相信一定會帶動周邊嘅產業以及經濟嘅騰飛。真心恭喜買咗珠海斗門嘅朋友仔啊！因為未來斗門嘅白蕉新城將會咧成為下一個珠海嘅中心。咁啊，by the way啦，都想同觀眾朋友科普一下，成日俾人誤會嘅廣珠城軌同呢個高鐵咧，究竟有咩區別啦？廣珠城際鐵路咧，其實就係按照呢一個高速鐵路嘅標準咧去建設嘅一個客運專線嚟嘅。咁佢有3點咧就好唔同嘅。咁第一啦，關於呢個行駛速度上面，咁呢個廣珠城軌呢一個車輛嘅行駛速度咧係250千米每小時嘅，而高鐵嘅行駛速度咧係去到300千米每小時以上嘅。咁第二點啦，係交通性質嘅唔同，係廣珠城軌咧其實係屬於2個城市之間嘅軌道交通嘅運輸嘅，咁而高鐵咧係屬於多個城市之間嘅一個軌道交通嘅運輸啦，所以千祈唔好搞錯啦。咁第3方面啦，就關於呢一個站點嗰度唔同啦。咁廣珠城軌咧，佢中間係有好多細小嘅一個站點嘅，咁譬如會途經呢一個佛山市順德區、中山市南至珠海市拱北口岸嘅珠海站，並且咧會經延伸去到呢個珠海機場嘅，咁就跨西去到呢一個江門市嘅新會區等等。咁而高鐵咧係城市同城市之間大型嘅高鐵網站先至會停交㗎。1分鐘嘅時間，帶各位觀眾咧由實地嘅航拍睇一下呢一條珠兆高鐵嘅珠海段目前嘅最新情況先。咁啊，呢一個真正嘅高鐵站咧係喺呢個珠海斗門，佢個名咧就叫做珠海中心站，係粵珠港澳大灣區西岸嘅一個超級嘅交通樞紐。佢嘅定位咧係國家級嘅高鐵主樞紐嘅。咁未來就服務緊呢個珠海、澳門乃至全國各地嘅珠海中心站點接入嘅線路。珠海未來幾年咧將會升級為海陸空鐵真正嘅一體化樞紐城市啦。期待珠海中心站建成之後嘅變化啦！我鰻魚姐都會幫大家一直去跟進 follow。咁咧，我哋就一齊拭目以待啦。The next day，阿羅哈，我哋咧呢一條片咧都未正式上片，已經收到個重磅消息啊！就係呢一個深珠通道已經由規劃到已經正式落地啦，係由珠海中委呢一邊嘅宣傳部咧，即係由政府部門去發布呢一個重磅消息噶啦。咁深珠通道出咗之後咧，呢個深珠城軌咧就一直連通呢個珠海中心站噶啦。咁我哋而家再次嚟到現場睇一睇呢一邊，就係已經 set up 咗喺珠海中心站旁邊嘅，你見到呢個動車一個規劃嘅控制中心啦。咁旁邊咧由呢一度開始一勒過去，一直去到珠海中心站嘅現場咧，全部已經出晒呢一個公示嘅文件噶啦。我哋睇到好清楚，呢度寫住珠兆高鐵嘅呢一個珠江段，同埋呢個見到高兆段呢一個線路嘅視圖已經出晒嚟㗎啦。咁望一望佢呢一度連住，你見到呢個深珠城際呢一邊一路掕過嚟，就會連翻呢一個珠海中心站㗎啦。已經全部出好呢個公示文件，甚至連呢一個工程嘅一個概況啊，嗱，工程嘅合同時間係去到27年嘅5月31日啊，呢一邊就會完結㗎啦。佢項目用嘅資金咧27億幾，呢度都 show 晒出嚟。
咁另外呢一邊啦，就會講翻佢成個公示嗰個工程嘅流程啊，嗰個如何嗰個示意圖啊，嗰個成個嗰個用料啊、物料啊，全部都 show 晒出嚟㗎啦。咁同埋呢一邊咧，會見到如果有任何問題嘅話，我哋都可以通過呢一塊牌，你見到呢一個就係嗰個工程嘅管理人員嘅監督電話、項目總監嘅電話、現場經理嘅電話，全部都 show 晒出嚟㗎啦。呢一個係實實在在、實打實已經有嘅一個交通規劃圖。我真係戥買咗珠海斗門嘅業主超開心啊！咁跟住呢，其實呢，你而家呢一個深珠通道呢，當佢通咗車之後呢，就深圳嘅呢一個前海位置，跨越呢個珠江口呢，係嚟到珠海嘅高新區，然後呢，成條路通咗落嚟，行呢一個深珠呢個城軌呢，只需要30分鐘，30分鐘就可以由深圳嚟到珠海啦！我哋非常之期待啊！咁呢個項目建成咗之後呢，由珠海嘅斗門去到深圳呢，30分鐘就已經可以直達啦。咁咧，根據呢一個深圳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官網嘅公告顯示咧，咁呢個深珠通道前期研究嘅中標供應商嘅牽頭單位咧，就為呢一個中國鐵路設計集團有限公司。咁今次呢個中標呢個成交嘅金額咧，係去到1663.88萬元。咁從呢一個資料顯示咧，我哋都睇到，從今年以嚟呢個深珠通道咧係快速咁樣去推進緊嘅。從6月嗰個前期研究咧，去到9月呢個深珠通道嘅一個招標公告，再到而家10月呢一個中標呢個成交嘅結果公告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呢一條通道真係逐漸咧由呢一個規劃去到現在咧係落地為實㗎啦。同埋根據呢一個嗰個工程嘅示意咧，深珠公路呢個通道規劃咧係雙向白車道嘅一個高速公路，連接住深圳嘅前海同埋珠海嘅高新區。已經納入咗廣東省高速公路規劃嘅2022至2035嘅嗰個綱要㗎啦。咁啊，深圳嘅高鐵咧就始於呢個深圳嘅西麗站，跨越呢個伶仃洋去到珠海，係珠海嘅高新區北圍片區設咗呢個珠海北站，再向西咧延伸至呢一個珠海中心站嘅。咁線路全長大概係80.7公里，設計嘅時速咧係去到350公里嘅。深珠通道咧作為呢一個公鐵複合型嘅跨工通道，將填補咗珠江口而家嗰個結構性空缺嘅。咁完善咗呢一個體系之後咧，將有望實現深圳到珠海真真正正30分鐘就可以直達。哇！咁快咧，5分鐘都唔使嘅車程咧，已經由呢個珠海中心站嚟翻呢個別墅現場啦。睇睇而家今日開晒啲燈咧，係超級浪漫、超級好 feel。今日咧呢一度咧就而家做緊呢個公司嘅團建，亦即是咧香港嘅 team building 嘅活動啊。入邊一路 barbecue，一路咧喺度唱 K。我哋入去望真啲先 ，Go！ 哇，好香啊！你睇呢邊已經燒緊烤啦，快啲望一望。留翻串蝦俾我啊！好，入去啦，大家交晒。哇！一入嚟咧，望一望，已經有人咧急不及待喺度打緊麻將，贏多啲，贏多啲。啊！呢邊呢個就係呢一個珠海陳冠希喺度唱緊 K 啦。哇！超級情深，睇佢。攞翻過嚟，喂 ，Cheers！ 攞嚟嚟 ，Cheers！ 你俾啦，嚟，Cheers！ 嚟，喂，其實氣氛超好，轉頭再飲過，嗱，轉頭我哋再出去睇睇呢個燒烤啦，望一望呢邊先。喂，你睇呢個酒櫃存量，今晚不醉不歸。時輪換上108歲，任何事亦能盡精將歡精神，快活到每日第1歲。各位嘅啫，哇！聽完啲咁悠揚嘅音樂之後咧，我哋就出到嚟呢一個後花園啦。上次嚟帶大家睇到咧，仲係日光日白。而家咧開晒所有嘅地燈啊，加埋啲燈帶咧，超級浪漫。夜晚喺度上下花談下心，真係一流啊！睇下旁邊啊，呢邊已經喺度開餐喎，我哋過去望下有啲咩食先今晚。哇！睇睇，喂 ，Cheers！ 飲翻啖先。不過睇下呢度，喂，唔知鏡頭後你聞唔到呢度真係超級正。而家燒緊啲咩啊 ，Billy？ 係蝦。哇！有今晚有蝦，有呢一個大油邊，仲有一個超級大嘅生蠔，睇到都流晒口水啊！再埋嚟望一望，又仲有啲咩正嘢？哇！今日大食會，最想試係邊隻？最想試係呢一隻。哇！樣樣都好吸引。
喂，睇我流晒口水啊！食咗嘢我哋再傾啦。 Can you suck a mess of champagne? And if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t's all no good bonus shit. 가는 금이야, 뭘 금이야, you're there. 우린 젊기에 후회 따위 내일은 조금 위험해. Hey man, you better slow it down. 다시 돌아오지 않을 오늘을 위해 저 하늘을 향해 come back. Happy birthday 啊！睇呢個慶祝生日真係一流啊！哇！真係超級精彩啊！等我咧擺低支酒上嚟緩一緩先，同大家講解下。其實咧，好似呢類型嘅別墅項目喺珠海或者大灣區嚟講咧，其實都係極少有嘅。包精裝嘅別墅啊，只需要200零萬，超級吸引。仲有就係好似今晚咁啦，我哋呢一度咧樓下你見到咁多人員咧，就係做緊呢一國內嘅 team building。其實而家好流行㗎啦，因為其實市道唔好，以前嘅 team building 可能係出國去玩啊，或者好多做好多啲嘅攀爬類啊嘅一啲團建嘅活動。而家好多時候咧就會係揀呢一啲大型嘅別墅項目。你見到呢度有4間房啦，有啲甚至5間或者6間嘅，或者有啲泳池，有啲 barbecue 咁樣，成班同事喺度咧團聚一下，開心一下，唱下 K， 飲下酒，燒下烤。呢一度咧平日啊，按翻平日嘅租值嚟講咧，一晚咧大概係1500至2000蚊嘅。但係你見到呢度咧係做咗意式輕車，即係所有嘅裝修係做咗 upgrade 嘅。換言之咧，我哋一晚嘅租值咧係可以去到3000，旺季嘅時候甚至去到5000蚊一晚嘅。所以圍到呢度先200零萬，圍到咧我哋如果淨係按住呢個旺季同淡季嚟分開，就算我哋唔租滿，租50% 情況下，呢度都差唔多接近10厘嘅回報。10厘係咩概念啊？10厘你而家求其擺香港任何一間銀行都係得翻個3厘幾，已經係做到最盡㗎啦。所以話咧，呢度無論係自住定係你投資出租都係一流㗎。轉頭我就會喺右上角咧 show 翻依下呢個附近周邊其實已經有一間別墅係做緊同樣嘅出租方式嘅，佢而家咧都係賣緊1800蚊一晚嘅，所以我哋已經有真實嘅數據可以俾到大家睇㗎啦。嗱，記得啦，點讚關注我鰻魚姐，繼續幫你帶嚟最多優質嘅靚盤。拜拜，我要開 party 啦！